台南市溪南地区永和国小、大社国中、大桥国中、后甲国中，明年1月3号将伫台南文化中心举办联合音乐会，到时将演奏莫扎特、歌剧魅影等11首中华知名歌曲。都是非常脍炙人口的音乐响宴啊！其实我也听了几场我们学生在这个文化中心那边的演出，所以说非常的令人感动。教育局新伫永华市政中心为音乐会来做宣传，市长黄伟綽亲自出席以外，更邀请荷兰美声 Martin Hawkins 替学生来加油打气。你为我爱，你有我深，我爱你有几分。用中文献唱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，用音乐甲学生热情交流。这4间学校拢是台南市上好的音乐教育学校。市长黄伟綽相信，这些学生会有更加好的音乐表现。同时，作为文化之都，台南也将持续努力前进音乐教育。从小学端到国中，我们也希望跟高中有一些互动，有包括市立的高中、国立的高中、私立的高中，都能在音乐教育上有更好的衔接。台南市教育局鼓励台湾发展，这次第1摆办理联合音乐会，除了提供学生音乐展演的机会，也会当提升演奏技巧以及歌曲诠释的能力。台南市民所会采访报道。